大家好啊！我哋嚟自聖潔靈女子中學嘅組別，我係余文書，我係蕭君浩，我係黃楚彤，我係曾子嫣。今日好榮幸為大家介紹曙光中繼站，無疑一個位於太空嘅永久性星際中轉站。佢唔單止係人類邁向太陽系嘅跳板，更加係一個守護文明嘅港口同生命嘅搖籃。接下落嚟，我將帶領大家逐一了解中繼站嘅唔同關鍵設施。咁我哋就由養殖場開始講先。養殖場係一個專門進行動物養殖同多樣化種植嘅獨立模組。喺農業模組方面，我哋培育嘅並唔係普通嘅植物，而係經過尖端基因編輯同太空育種技術特別研發嘅改良品種。呢啲植物被賦予獨特嘅適應能力，佢哋嘅光合作用系統經過優化，可以高效咁利用人造光譜，根系結構被重新設計，適合喺封閉式嘅水耕系統入邊生長。代謝機制亦都經過調整，可以喺微重力嘅環境之下正常運作。植物亦都被刻意設計成色彩繽紛嘅樣貌，呢啲唔單止係基因工程嘅成果，更加係一場精心打造嘅視覺盛宴。佢哋提供豐富維生素同營養嘅同時，亦都用鮮活嘅色彩療癒住太空人嘅心靈，令冰冷嘅太空站充滿生機同美感。養殖區方面，動物達到標準之後，該動物會經人道屠宰，然之後由機械臂精準分割包裝，再透過自動導向車植物咁運送到唔同嘅廚房入面，形成一條高效無縫嘅食品生產線。呢個過程唔單止滿足到成員對高質量蛋白質嘅需求，其高度自動化亦都最大限度咁樣減少到人力嘅投入同埋心理上嘅負擔。家園倉同生命之樹係一個整合生活空間同生態農業嘅複合式模組，而至相輔相成嘅生命之樹，則係一個精密嘅封閉生態系統。佢透過種植經過特殊育種嘅矮化作物同粉紅色吊植物，持續咁生產食物、再生氧氣同純水。呢一系統唔單止喺實用層面上解決咗完全依賴預包裝食物嘅菜單疲勞同營養不均嘅問題，佢充滿生機嘅綠色同粉色環境，更加為成員提供咗無可替代嘅心理慰藉同自然連結，成為咗對抗太空孤寂感嘅重要力量。家園倉係成員生存嘅基石，提供咗生活、餐飲、醫療同健身嘅空間。佢透過加壓同溫控嘅宜居環境，解決咗人類喺太空真空下嘅基本生存需求。佢最關鍵嘅設計在於設置咗唔同重力嘅環境嘅樓層，令成員可以定期處於接近地球重力嘅環境入面，以此有效咁對抗長期微重力導致嘅肌肉萎縮同埋骨質疏鬆等問題，喺根本上保障咗成員嘅長期健康。呢一模組共同構成咗一個內循環嘅生命堡壘，確保人類喺遠離地球嘅深空入邊都能夠持續健康咁生存同工作。星際列車係連接中繼站同各星球嘅運輸骨幹，佢實現咗人員同物資喺固定航線上規律經濟化流動嘅問題，節省運輸時間，使唔同嘅資源喺唔同嘅設施入邊迅速穿梭。淨水器有雙重嘅使命，首先係淨化回收艙內98% 嘅廢水，實現水源循環；同時電解水冰製造氫氧推進劑，為星艦補給燃料，從根源上解決太空生存同航行嘅兩大難題。設施交織將太空避難所升華為文明重啟嘅燈塔，然而仰望星辰建造方舟，先令我哋頓悟地球先係宇宙入邊為我哋量身定做嘅奇蹟。佢無償賜予嘅一切，竟係太空入邊最奢侈嘅複製品。與其耗盡心力喺虛無中重建搖籃，不如利用呢一刻嘅覺醒，珍視我哋早已身在其中嘅藍色家園。多謝大家。